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1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3个本土病例，其中高雄港群聚感染案着10例，桃园的西堤牛排馆也增加11例，其中也开始传到台北市去咯。高雄港群聚感染有10人染病，目前当日发起讲是要去到南韩的惠伦市感染源。另外，台湾灯会伫高雄举办的开幕式尽量宣布取消。高雄城中城大火造成43个人死亡，检方认定姓杨的查甫人是故意引导广播造成火灾，伊遭杀人罪起诉，希望法院该判死刑。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增加23个本土病例，其中高雄港群聚感染案着10个人染病，桃园的西堤牛排馆也是在增加11个人染病。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去到大南马市场买菜的妈妈甲查某囝，也顾到高雄港这条团保链的这2条团保链的疫情是比较复杂，这疫情变化恐惊着要观察到旧历过年了后。国内21新增加68例新冠肺炎确定病例，指挥中心表示，45例是境外移入，23例是本土个案。这个当中，高雄港规定小话增加10例，机票个案10155的爸爸10156，高龙村工作人员有2个人感染，公司工程维修人员原来有5人感染，另外10155 1月19去诊所看病接触的3个人确诊。高雄初步的这样的一个检验结果，初步还是 Omicron。好，那至于定序还没有完全，好，那源头还持续调查中。不过是以1月13、14停泊在不是在码头，它临时停靠的那个船相对可能性高。除了高雄确诊数增加，桃园西堤规定小话也增加11例，其中桃园经贸地区2个移工，捌伫1月初9伫西堤用餐，结果佮为何工职场系的同事，进前确诊者按100-083，伊的小弟按100-185也确诊，另外按100-181，捌甲按100-051，伫工诊所看病，100-182是100-116，同学同学。另100-183 CT 值是37.1，研判是旧案。100-184是17774的学校老师，伊伫集检所检验阴转阳。那其余比较多的一个个案，我们新增的，在一个经贸的特区里面全公司现在早上已经验了1000多人。那现在等待他的检验的结果。另外，指挥中心也公布最新的病毒定序结果。Omicron 变异株已经有461例，分别是364例是境外移入，也甲97例本土个案，大部分是无症头甲轻症。不过有2位是中重度患者，一个是20多岁本国籍男性，另外一个是30多岁外国籍有新的负人人，2个拢无慢性病，也拢有做过疫苗，入境采检的时阵拢是阴性。在胸部 X 光看起来是2侧有轻微的这个肺炎所以就当日有住院接受这个隔离跟药物的治疗之后，病况算改善的蛮快速的大概住2个礼拜左右就康复。面对本土疫情搁创下新冠，但是中讲即马伫大南市场买菜的母女甲高雄港这2条团保链比较较复杂，疫情观察期可能要到农历年后。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伫今仔日增加10个本土病例，是对昨一口罩3个人确诊的爸爸这边传出去的。一个爸爸是伫咧高雄港修理货轮，今仔日这10个个案内面有5个是同事，有2个是做事的时阵会撞到的，另外3个是这位爸爸19去到诊所时间等待的民众。经过检验，初步认定是感染着 Omicron 变种病毒，而且这感染源真有可能是已经自开高雄港要去到南韩的新公路。便当店、餐厅、健身房甚至超市，拢会当看到清洁人员伫消毒。伫凤山一家伙3人确诊，高雄一群增加10例病例。一个是跟高雄港新光轮有关的群聚感染，那总共有7例，其他3例耳鼻喉科门诊看病前后30分钟内的3个患者。这10个拢甲一家伙3个人的爸爸有牵连，5个人是职场同事，2个人工作场所接触到，另外3个是共诊所看病。市政府经过基因定序比对，初步判断 Omicron 病毒株感染源应该就是停伫高雄港的新公船。在1月13号、1月14号这2天上船工作之外，同时间有另外的一家公司，船上有3位的铁工有上船。那这上船在同时的一个接触之下，那这些个案
纷纷的有确诊的一个状况。按18156 1月13、14，捌坐交通船伫新光船工作过程中，甲较真的日用补给箱，捌坐共一人驾驶的交通船补给箱，甲按18156共款伫新光船顶，喙暗摕来用餐半点钟，结果交通船驾驶在内3人拢确诊。另外，捌伫新光船顶活动的2个维修工人也确诊，佮未登去公司，隶属公司内5个人确诊。18212、18213跟18215这3位个案。这3个个案是没有直接登上星光轮。市政府调查船顶是不是有镜头的个案，星光船公布，这只西亚山石10货轮19已经离开台湾，前往南韩济州岛。高雄市政府伫高雄港34号码头扩大采检，台南也针对确诊者的脚印紧急消毒。这个确诊者敢若通知港岛朋友，无通知餐厅业者。是台南市民都不会原谅他了。我们好不容易已经隔了208天都是零确诊，连续208天的零确诊，我们不希望说这个零确诊的记录来被打破。市政府表示，疫调了后，可能港岛11个人，虽然迄天无敬酒，暗过有使用洗手间，也已经派员消毒完。呼吁有去过宴会厅的民众，若是有无拄好，爱赶紧体检。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港发生群聚感染事件，而且今年的台湾灯会就办伫高雄。市长陈其迈今仔日就宣布讲，要取消台湾灯会2月初1的开幕式，而且即马已经拖到高雄去啊。市政府的人员也去到菜市仔宣导，所以也是发现讲，这个大头家甲喙暗流落来，甲人客讲话。2022台湾灯会在高雄。今年台湾灯会伫高雄，为本爷都会公园首创双子灯，本来真受各界注意，不过疫情拖到高雄，灯会被延期也是取消。高雄市长陈其迈日宣布取消台湾灯会2月初1的开幕仪式。我们2月1号到2月6号的作品，我们不关灯，活动不集会。讲简单一点，2月1号的点灯的集会的活动取消。另外15月主灯开幕是不是来跟进取消？陈其迈表示，看疫情情况来调整。另外运动比赛防疫规划也升级，唔若取消开闭幕，选手必须注射2档疫苗，也是快速检查阴性证明、PCR 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3项有1项才有法度参赛。高雄市府落实防疫做法，就是因为疫情侵入到社区。高雄进前8出一家3个人确诊，老爸被证实为着 Omicron， 也甲诊所3个人接触。意思讲现阶段上烦恼民众去喂着，结果喂互囡仔甲出来底老大人。那小朋友绝大部分都是轻症，所以其实就像感冒一样。那只有非常少数的小朋友，例如说他可能是，癫痫呐，他有什么免疫疾病啊，还是血癌，这些小朋友要特别的小心。意思是强调，自第3档疫苗会使互抵抗力增加到62%。另外，高雄防疫做法也升级，遇到人较多、出入较多的市场，市府早起也到红山2个传统市场去考察。因为我们不晓得那些人往哪里去啊，所以说当然会担心，这是正常的吧。最近有相关的疫情有一些变化，而且年关近了，我们大家一起提高警觉千万不要提供试吃品不要提供试吃品，因为年节到了，然后我们消费者也不要主动要求要试吃。市府人员摕到放送头来沿路提醒民众。大头的人随时喙暗挂好，不过也是有人互看到。买物件也是做生理时无挂好喙暗。警法局讲，若是口供不爱听，相当应罚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的大园啊，一个远雄自贸园区内面有某一间电子公司，因有员工来确诊，其中有2名去互感染的外籍移工，捌去过桃园中立的西堤古拜餐厅用餐。这2名移工因拢无实联制，也无升定位。市政府表示讲，移工拢会规定做伙，而且因所住的宿舍拢是困通铺的。扩大采检了后，有另外找到4名感染员工。另外，中立高雄也有1位老师确诊，市政府认为讲，这位老师的感染源可能是对2条传播链来。且出出入入，尽管外口落大雨，桃园机场前进指挥所指挥官王必胜也来到现场。因为桃园市大园区的远雄自贸园区某电子厂出现2名移工确诊。他有去这个西堤餐厅用餐的1月9号，那因为我们查起来他没有实联制以外，他也没有预约，所以我们所有掌握的困难，他也没看到我们的一些报道。西堤传播链搁再扩大，有移工大家拢会斗阵，宿舍搁是通铺。市府赶紧扩大采检，全场1100人，搁再找到4名同事去喂着，已经有6名员工确诊。即阵先甲100人进行特殊隔离。远雄是回应已经安排甲特区特困员工这人来进行检查，评估也伫个控制范围内。
远雄是一个很大的自由贸易港区，哦，它有不同的这个区域，有仓储、有物流、有加值的部分的大楼。那么它是属于这个进出要管制的，是属于桃园机场的一个货运站的一个园区。疫情探到工作场所，也伫学校继续来探开。大学学测头一天，复旦高中真侪考场，小都是特别小心，因为一个中立高中的老师确诊，伊的子女分别读复旦高中甲自文高中。市府讲，这个中立高中的老师可能是双感染源。这波疫情爆出来了后，学校已经有21个师生来确诊。他是在1月16号17935确认以后，他列入居隔，用计程车、防疫计程车送到我们南部的一个集中检疫所。那这个计程车司机是18020，后来确诊，所以这是可能是台湾首例一个确诊病人，他的在疫调过程中，他有2个可能的来源。展开大规模的消毒，桃园市府也公布新的确诊者捌去过所在，包含特里屋的便当店、Uniqlo 中立电话路店、双雅桃园动德店，也佮有大园公有市场场所。只是桃园疫情无看较厉，一直爆出确诊，想要来拍败这疫情，恐惊也搁再努力。记者综合报道。伫咧今仔日，台北市有增加3个本土病例，其中一个是居家隔离当中采检阳性的，另外2例，一个是75岁阿嬷，另外一个是捌去到东吴大学的社中校区。这个阿嬷是含西地群组感染案的确诊者，捌去过同一间诊所，而且这位阿嬷有含2个伫咧北投读国中国小的孙带做伙，学校今仔日也扩大采检。另外一位是捌甲确诊者做伙伫咧东吴大学社中校区做伙上课的，是因为做伙上课就来感染的，目前也等咧调查。北投某一间高中早起就防疫人员出现伫学校内底进行大消毒，因为台北市新增加本土的确诊个案内底有一个是学生的错地人，是案例18175岁阿嬷。伊捌在1月15到大同区的某诊所，甲桃园市体食饭的人确诊者案例18051去过同一个所在。另外一个是案例18182甲案例18116捌伫同一间教室上课，也毋过深受直接的关联，也有待调查。只是案例18116甲18051拢有一个5岁囡仔确诊，伊拢读同一间幼儿园。就是18051，他带小孩去西体用餐，一个小孩是念华盛顿幼儿园。跟今天公布的18116，他们一家4口的确诊，有一个小孩也是就读华盛顿幼儿园。那这2位到台北市来，分别在耳鼻喉科感染给了18181，然后在东吴大学可能感染给了18182，所以今天是做了这样，大概是有这样的关联性。桃园市体互相小话拖到台北，和台北市府市政紧张公布相关去过所在，案例181第19八坐508甲31公车，案例18182第16八坐243的公车，也捌去远东百货宝庆店，17到春水堂中正店。这春水堂中正店地点就伫个国家音乐厅，所以讲两厅院赶紧来公告，21音乐厅休关1天，春水堂是停业到23。在17号有来到音乐厅的春水堂，大约傍晚的时候用餐。那因为两厅院在1月17号到1月26号是国家音乐厅的年度保养期，也没有节目演出，因此我们目前为了要保障观众的安全，我们当然是全动清消1日。伫台北市本土确诊个案加3，除了案例18175是伫厝隔离采检阳性，案例18181的2个孙仔分别伫北投读国中甲国小，另外案例18182伫东吴社中校区上课，学校分别进行专案的检查，国小采检176人全数是阴性，国中是采检312人，检验的结果也未公布。东吴是在20采检662人，全数是阴性。离中昼12点进前采检的750人内底，有43人是阴性，其他也伫等待检验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发现一个这个月19对杜拜入境的查某民众，伊伫咧居家检疫期间失踪，要到24点钟，20暗时去互警方调监视器找到人，解送到检疫所。针对着居家检疫所逃走出去的行为，依照过年专案特别加重，该罚60万。事实上，我们打了他的电话，结果发现有一支是空号，一支好像也不是他的电话，所以一支是找不到人的状况。那我们经过多方的尝试之后，没有办法，我们就要求警察局来协助。如果按照这样子的项目来开罚，可以罚到60万。
一个姓潘的查某民众对北投某一间人家厝惊倒出来，警方甲这个卫生局人员是规身躯穿防护衫，要解送到检密所。伊19对杜拜入境了后，无老实去带防疫旅馆，故意互找袂到人。警方追查了后，发现讲伊坐防疫计程车到旅馆了后，伊的朋友骑奥多摆来解载，再去北投，伫20暗时找到人。那伊爱继续隔离，而且爱罚款60万。讲到最近有真侪民众拢赶紧要去注第3档的疫苗，台大病院公布讲，超过77%的民众拢想要注莫德纳疫苗。不过，有医生建议讲，若准前2档副作用较严重者，这第3档会当选高端疫苗来试看卖。台大病院21日天，新冠疫苗的注射的人数已经正式突破30万人人次。这对翁仔姐因就是第30万人，因拢注过2剂疫苗。21因注的是第3剂，因选的品牌是莫德纳。莫德纳，因为前2剂都莫德纳，听说莫德纳还是比较稳定一点。这对翁仔姐因第3剂会选择莫德纳，因的理由是讲这个保护力较强。台大病院嘛公布讲，国内新冠疫苗4个品牌内底，民众选择第3剂加强剂的比例，其中前2剂注 AZ 疫苗的人，第3剂选择注莫德纳，这款的是超过75%。要若是 AZ 来套滥莫德纳，第3剂的这个莫德纳的比例是超过80%。要若是讲2剂拢是注莫德纳，第3剂嘛选择莫德纳，这有超过90%。若是讲前2剂拢是注高端，第3剂同款会选择高端的这款的占上济，有超过47%。国再来就是 BNT 是超过35%，上尾啊2剂拢是注 BNT 的人，大多数第3剂因嘛是会经 BNT， 这款有占6.7%。希望打完第3剂抗体效量要非常非常高的话，RNA 疫苗还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有些民众他觉得他只需要基本的保护力，他希望能够不良反应越少越好，选择高端这样子的蛋白疫苗。另外，鸿海永龄基金会台积电资助，因共同来捐赠第16批 BNT 的疫苗，拢总有994000外剂。21这天透早5点外，已经运送到桃园机场。到目前为止，拢总有1433万外剂 BNT 已经到货。台大病院的医师建议讲，虽然国内第3剂的注射率有咧提悬，不如果12岁以下的囡仔要是无法度来注到疫苗，建议民众都爱紧命来注，才会当来提悬保护力，嘛就爱较注重卫生防疫，安尼才有法度来保护还未注射咱厝内的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大学学测头一天的考试，是考数学 A 和自然。因为今年的学测防疫变更较严格，真侪考生拢有提早出门。大考中心统计，这个当日居家隔离和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总共有21个人。来，同学请先准备入场识别证及身份证件正本，准备好了请往前。透早还未8点，台北师大附中的市场就已经客满真侪考生，因为北部的雨落未停，就惊塞车也是临时出状况，会去影响到考试。我今天早上因为就是刚好踩到了一滩水，整个右脚都湿了，然后就心情就有点不是那么的美好。野护线赶紧提出身份证明、准考证加证件正本，经过确认才会当入去市场。每一个考生拢真紧张，因为是新考公实施的第1届，佮碰到疫情当咧看，也只要紧调整脚步，好好啊来面对。无所适从，就听天由命吧。哦，真的吗？对，反正就是尽量充分准备啊。先绑好体温、酒精消毒了，考生随个照顺序入去市场。因为今年同款无开放备考，家长只会当徛伫门口看，家囡仔交予学校的考生服务队。这服务队甲监考人员同款，拢已经注过2剂预防针。每个考生都可以订便当，然后我们也有准备了酒精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防疫用品。用上关卡的防疫保护考生的健康，受到疫情扩大影响，居家隔离甲爱自主健康管理的考生，统计到昨下晡3点半有14人，到今透早6点半是个增加7个。数 A 目前是有13位考生使用隔离市场，7个分区总共开启8间隔离市场。大考中心表示，学测是选科目来考，数学 A 有13人伫隔离市场考试。今年第1届考的欠考率有2.19%，甲去年规组数学有2.21%的欠考率相比，了有较减。
记者综合报道。新型学测今仔日是头一天考试，头一考就是考数学 A。有老师认为讲，这困难度和去年是差不多的，不过考基本概念的题型有较少，安尼就会当甲学生的程度救贵。不过对于程度较普通的学生，却是无法度搁再优分。因若讲到自然科的部分，有老师认为这也是真拼，要摕到高分也是真困难的。108考纲头一届考生正面挑战所用题，题型举行是数学 A， 创新度不加悬，为广告行销甲成本规划买兵上述的成本。另外，团两边快台汽车的疫情新闻，可条件纪律。重视阅读理解能力，那考生在作答的时候，必须要读懂题意，然后他才可以选择适当的数学策略。台北市高中数学科教师群分析，几份考试题爱看的量真大，连做看关键字就写，安尼看唔对。18至20是新加入手写混合题，唔是接看的生活情景，学生较歹理解。整体来讲，难度甲去年学测差不多，不过基本题型伤少，会当鉴别高分一定，刷无度鉴别中低分一定。多一点点的基本题，更配合我们现在108课纲这个教学现场有。帮助学生比较不会有那么大压力。自然科看冷血所用题更较明显，杜普勒效应研究啉酒了后血液流速，结合物理甲生物，碳循环结合生物甲地球科学，真有国际观。新冠疫情相关的真侪题，互用研究甲实作，看图表考判图。那整个视频呢，主要在考核学生的阅读能力。我想这次如果阅读能力比较好的学生，可能会比较占优势。非常有情境的题目在这一次之后，我相信可以在教学端老师会多做一些素养题啦。化学甲生物常常偏难，物理甲地球科学难度拄好。不过4科老师拢认为有鉴别度，而且大概上符合课纲主题甲节数分配。专中教认为，规份考试题鉴别度不加悬，要考高分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伫去年10月高雄城中城发生火灾。根据着高雄地检署的调查，是一个查某人甲一个查甫人因为感情纠纷，冤家了后，却甲一个还未完全倒了的钢木倒伫棚椅顶头，造成火灾，害住伫遮的人未负逃生，造成46个人死亡，3个人受伤。检方认定讲，这个姓黄的查某人是故意引起火灾，依照公共危险罪甲杀人罪甲起诉，希望法官就要甲判死刑。不过，这位姓郭查甫人因为伫3点钟进前就离开啊，所以无解起诉。高雄检方公布社中社大楼发生大火进前的关键影像。去年10月14透早2点左右，姓黄的查某人骑车离开了后30分钟，一楼就不出火光，甩去一楼规个陷入火海。最后造成46人死亡，43人受伤。检方认为伊犯案了后无悔意，将事也无配合办案，态度无好，依照公共危险甲杀人罪嫌，将伊起诉各求处死刑。引燃火源，想借点火之势报复男友，让男友难堪后悔，而酿下大祸。检方也公布事后勘验的相片，根据现场的计程车司机证实，起火点就伫1楼的房间的碰椅。迄一天，姓黄的查某人就是将点到的郑香虎倒伫碰椅了后离开现场。显然现象互火势真歹受煞，乌烟甲悬粉加做烟筒效应，互真侪住户未负逃生。认定是人为故意引导火势。伊的姓郭查甫朋友检方认为，伊伫火灾进前3点钟已经离开，甲火灾无直接关系，所以无起诉处分。交代袂过，交代袂过啊！迄个就一群死啊，侪人变来交代会过。查某是错误较济啦，无查甫嘛是加减嘛对无？这个可能那个是因为那个起因嘛。有受灾户认为姓郭查甫朋友有连带关系，应该也要负起责任。不过目前因为大楼产权复杂，就算拆掉该起公园，同款困难袂少。袂少人的厝虽然无啊，每个月还是要交利息甲贷款，希望能用厝换厝的方式来渡过难关。记者综合报道。
为着要防止民众下酒赛车行为，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今日通过初审，针对头届犯掠着驾酒赛车，而且无造成事故者，对现有2年以下有期徒刑改做是3年以下，而且佫爱罚30万以下罚金。无论是毋是头一届驾酒赛车，拢有增加爱罚钱的规定，佫再犯者会当罚到300万。酒后赛车事故真多，引起各界愤慨。要阻止这个歪风，调查地委提出真济版本的修正草案，加重刑责，也加做讨论焦点。立法院1初审通过，针对无肇事的酒后赛车触犯，决议提悬刑责，提高法定刑到3年以下，那么并科罚金，这个30万了。那么对于这些肇事致人死、致人重伤啊。我们也建议并科罚金从100万到300万不等的这个罚金未来酒后赛车触犯就算无肇事，刑责也为即卖2年以下调悬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科罚金也为原来20万以下提悬到上当30万。致死或者是重伤，无论初犯或者是再犯，也增加爱并科罚金的规定。不过这部分的刑度无改变。重罚重惩，也许没有办法还受难者，或者说受难者家属的这个抚慰他们的心灵。可是我们也不能纵容酒驾人的一而再再三犯行啊。初审通过进前，有立会对酒后赛车刑度有案有意见，不过法务部处长蔡必良表示，若一直加重酒后赛车刑责，不一定是被害者需要，上重要是爱解决酒后赛车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奥地利国会伫这个月20批准，这18岁以上民众拢爱注疫苗。目前是欧洲头一个实行的国家。另外，法国的疫情渐渐开始稳定，因疫苗通行证也要开始实行咯。因为总理表示讲，2月开始会分阶段放零防疫措施。不过，针对到12岁到17岁少年囡仔，拢爱去注第3档疫苗。法国总理卡斯特克斯20日表示，第5波新冠病毒大流行已经出现减弱现象，不过病院压力依然真大。政府打算将目前的防疫限制措施继续维持12天，因为疫苗通行证要伫24上路。若宪法法定批准，到时阵进入餐厅、大众运输、宾馆等大部分公共场所，拢要摕这份通行证，互当局用伫2月分2阶段放零防疫限制。À compter donc du mercredi 2 février, tous les équipements, notamment sportifs et culturels, qui accueillent du public assis pourront retrouver un fonctionnement à pleine capacité, sans jauge, en respectant cependant l'obligation du port du masque. À cette même échéance, le télétravail ne sera plus obligatoire, le port du masque ne sera plus exigé en extérieur. 接落第2阶段开始，体育馆、戏院、甲大众交通工具顶悬用食物件，参加演唱会用徛起来，餐厅、酒吧用徛咧食物件，舞厅也用中心开放。佮打算1月底休馆结束了后，放零小学生伫学校的喙暗令。卡斯特克斯表示，为宣布要推动疫苗通行证以来，已经100万法国人注疫苗。下礼拜1开始，要为12到17岁青少年注第3剂加强剂。奥地利国会20日表决通过，强制大人注新冠疫苗，加做欧洲第一国。2月开始进入正营宣导期，3月中开始，反对注疫苗的人会有600到3600欧元的罚款。当局为鼓励注疫苗，也推出彩票，注一支到100机会抽到500欧元礼款。另外，在波兰有餐厅业者推出无注疫苗、无交代政策，就损失业绩，也要保护员工甲人客。以色列境内Omicron变种病毒病例增加，政府20日推出新的政策，自开始每一个学生囡仔每礼拜2摆伫厝内底体检，若阳性就伫厝内底休困到好为止。接触过确诊者的动物体检阴性免隔离，应继续读册。有是Omicron传染力悬，不过致病率低，安尼做应减轻学校甲家长负担。公司新闻是会中朋友。自从疫情爆发到今，真侪国家拢把群体免疫当作是疫情收买武器。不过，伫美国，就专家认为讲，这 Omicron 是真高位，而且佫会造成突破性感染。若准想要达到群体免疫，恐惊是无啥希望。
疫情爆发以来，国际之间真侪卫生官员拢捌对形成群体免疫有乐观的希望，因为只要有充足人做疫苗，或者是感染过等于对病毒免疫，病毒对停止传播。特别是去年Omicron变异株出现了后，伊传播的速度真紧，症状较轻的特性，和一寡卫生官员认为应提早达成群体免疫，结束疫情目标。美国史丹佛大学的生物学家指出，Omicron突破性感染的特性，和群体免疫加做真歹评估。And I think what makes this concept really messy, particularly right now for the Omicron variant of COVID, is that even if people have been vaccinated or previously infected, they may not be fully protected in terms of unable to get infected and transmit to others. And so that's why it's really hard to establish how close we are to herd immunity right now, because we don't know how susceptible people are. And given the way that these viruses are spreading, and there's such a sizable population that could get infected and get ill,That's just too concerning for us. 专家指出，虽然会发生突破性感染，但过无代表进前病毒的免疫力完全无用。另外，做疫苗应降低重症或者是佫一摆感染的几率。Many of us came up with the same sort of thinking that perhaps there is a silver lining in that this may be a virus that's much more mild in people who have some immunity.If you don't have immunity, it's not going to be that much more mild. People are dying right now from Omicron. Let's be very clear. But if you have some immunity to it and it doesn't make you that ill, maybe this could be a good thing if a lot of folks do get it but don't get very sick. Or remember, immunity may not last as long as we'd like.全球卫生专家同款的预期是，新冠病毒最后进入地方流行病阶段，在人群当中继续循环落去，佫造成零散的爆发。Omicron出现，和疫情什么时阵会演变到下一个阶段时间点，会加速佫较歹预测。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乌克兰和罗西亚的关系当日紧张，即马美国和英国也赶紧送武器给乌克兰，不过同款是北约成员国的德国却是反对乌克兰加强军事武器。另外一方面，罗西亚也宣布讲1月到2月这段期间要进行军事演练。Московское время 10 часов 11 минут. Боевая тревога, ракетная атака, атака наземного объекта. Боевая тревога, ракетная атака, атака наземного объекта противника.这是俄罗斯国防部1月20公开卫兵表示，进前在远东的日本海海域，由上新成军的击落者长水艦沃霍夫号成功试射 SSN-27型巡弋飞弹，这种甲美国政府飞弹相当的武器，射程用超过1000公里到2500多公里。这只是系列海空军演习的开始。英文的《莫斯科时报》引用军方消息指出，有140架战舰、60架军机加100名部队参加演习。演习的海域照顺时针方向为日本北边的鄂霍次克海、欧洲南边的地中海加往英国加挪威北海，也卫星影像显示，在俄罗斯西边往乌克兰的边界已用大量军队，战争看起来是特别发生。除了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认为，双方未行到开会这一步。访问欧洲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会见因发表典国外交部长了后表示，俄罗斯军队若跨过边界入侵乌克兰，北约组织一定有回应。If any Russian military forces move across the Ukrainian border and commit new acts of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that will be met with a swift, severe, united respons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不过，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虽然以地主身份甲布林肯斗阵开记者会，不过德国并无亲像英美两国同款，以实际行动运送军备支援乌克兰。Wir fordern Russland dringend dazu auf, Schritte zur Deeskalation zu unternehmen. Jede weitere aggressive Haltung, jede weitere Aggressivität würde gravierende Konsequenzen nach sich ziehen. 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指出，这显示在支援乌克兰军备问题顶端，德国新的联合政府内部，北约甲欧盟主要会员国之间意见无同。另外，俄罗斯甚至无需要军队跨过边界，部署在边界加40周围海域的飞弹，就因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公司新闻，徐家仁报道。
东加王国的海底火山喷发到今已经是第6天啊！当地有一个目睭去护大海场假期收水收27点钟，就要去互救起来。也因为这个火山湖是四界拢有影响到因的生活，加在国际救援物资开始送到位啊！火山爆发了后6天，东加首都传出有民众和海啸赶走了后，活落来了。Nanti ko minima ko nanti. Ako para ko ya, umma uai. 这名57岁查甫人是退休的木工师傅，住伫只有60名居民的都市。火山爆发了后，伊和海啸降去，当时有听到后生咧喊伊，不过伊决定无爱回应，以免后生跳入海中救伊来牺牲。伊伫第9届河海泳冲到水面下了后，抓到一个插头，照着漂流豆豆啊收水。伫经过2个无人岛了后，最后伫东加塔不到爬上岸。这过程已经经过27点钟。伫东加王国的火山爆发了后，火山湖就甲路甲徛街拢砍掉的，突然东加风景原本红色的厝顶嘛变色。伫87年起火的宫殿，即嘛世界都会当看到破碎遗杂甲碎片。另外，因为火山湖污染到当地用水，纽澳军机伫进前出发，而且就甲饮用水送到当地。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嘛载着清气的水，伫20暗时出发飞往东加。除了头一批物资，欧洲有真济民间单位努力收集物资要送出去。So non-perishable items, water, and maybe anything else you might think would be helpful for the people who survived this catastrophe. 只是这个天灾唔但互东加无水通用，佮影响到附近的国家。西班牙一只游轮因为海啸漏油，和秘鲁沿海海水受到污染。秘鲁环境部长表示，这个事故造成差不多6000桶的石油泄漏，沿海有21个海堡拢互污染。到20为止，受影响的所在，海面甲陆地拢总有290万平方公尺，真侪鸟仔甲鱼仔死亡。当局要求西班牙石油公司爱负责任，除了用真侪人力清除海堡，秘鲁总统卡斯蒂洛嘛伫20日宣布进入宽紧经济状态。公司新闻台是董平益。总统蔡英文去到东部视察国军部队，而且还有发加菜金。这回空军第7联队也有加量产型的永鹰高教机点出来防寒，而且 F5战机也有换新型的弹射座椅，让飞行员的安全更较有保障。总统蔡英文来到台东志航基地来视察空军第7联队 F5战机换装新型弹射座椅，也头一摆来公开。伊有去年3月2只 F5E 发生对海意外，国军开7亿外提升飞安。采买由英国马丁贝克公司生产的 MK16座弹射座椅，头一具去年底换装完毕，预计今年底要换装70具。标榜可于零高度、零速度等情况下执行弹射。也就是飞行员于地面进入座舱时，如有任何紧急情况，在静止的情况，也可以提供安全的弹射跳伞功能。另外，汉翔公司在去年底交付予空军量产型的永鹰高教机也正式来公开，今年预计要交8只，要在2026年完成66只转送来交机。曹总统表示，空军7联队唔但负担战备的任务，也进行飞行训练，是空防战力重要关键。感谢飞行员甲地勤的人员坚守岗位。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都能够持续精进，虎虎生风。就像我们 F5型战斗机的伟毅的老虎图腾，勇猛顽强，继续守护我们的领空，捍卫国家。蔡总统也到陆军东指部甲海军副攻雷达站来勉励，颁发加菜金，也下达过年的任务。爱过年特勤的国军一定爱敲电话，甲厝内底人问好报平安，用伫厝的人嘛爱好好来陪伴亲人。记者综合报道。飞行官陈毅进前驶 F16V 战机发生意外摔落海，空军今日宣布停止超吹，由专案调查委员会来认定事故原因。也因为空军能力欠缺，就专家建议讲成立后备飞行大队，由退役的战斗机飞行员协助训练，等咧学背啦。空军飞官陈毅在伊驾驶 F16V 落落海，空军成立搜救小组，经过10天搜查甲登陆，确认飞官顺捷查到乌鸭仔大部分机体残骸。伫得到家属同意了后，21决定停止登陆作业。鼓励的这些重要的这些政府呢，我们大家都已经收整。
那最重要的是要获得家属的这个认同，整个收留中心呢正式的解编。后续呢，我们就静待包含运安会国内这些司调查的专业相关事案件的厘清。F-16落陆海伫两花情势紧张的时阵，影响国军士气。这是国军6年来累计17件重大意外事件，也致使28个官兵殉职。互人烦恼的是，空军各面临人无够、军事率悬、飞官的飞行训练时数无够这3大困境。一架单座战机至少有1.5位飞行员，才能够形成一个比较理想的战力。共军不断扰台的这种压力下，我们这个座舱比现在是多少？1.33，要达到北约的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们至少还必须要再增加110名我们的这个合格的这个飞官。以实施的 F-16战机作例，民国18年至1808年，新增加129位合格的空军 F-16飞行员，不过有108位离退，显示空军留袂掉人才。针对未来会接装66台永鹰高教机，也甲美国会购买66台 F-16，要安怎补助110个飞行员？同时，阁确保维持空防战力。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平建议成立后备飞行大队。退伍的这些飞行员，他的身价2亿、3亿、10亿不等，可惜了，去灌香肠、晒腊肉，准备过年，这相当可惜。新进的飞行员，你就好好的学飞；完训的飞行员，你现在是警戒，现在是带飞，现在不要了，你专心警戒吧。张延平指出，用奖金制度调回退役战斗机飞行员加入后备飞行大队，协助训练中的学官，让飞官唔免伤无闲，会当专心警戒工作。将被美国买卖咱66台 F-16位予空军，2020-26年全部交机，不过强机绕台的次数增加真济。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有意提早交机，不过战机所买零件时间伤久，目前也无解决办法。记者综合报道。本地是翠安国家队的嘉利科技，顶年6月实现进口中国制造，而且不是医疗翠安纳入去实验这的医疗翠安内面，所赚到乌心钱大约超过3400万。不过检方佫再查到讲，一个负责人林明正伫顶年就对中国进口7万块翠安，而且顶头佫有转台湾制造。检方依照着商品造假嫖妓罪改起诉，目前法院一审是改判5个月。法院的合议庭认为，讲负责人林明正明知影这翠安是中国制造，也是甲这批有当 MIT 供应的翠安进口入来造成危害。不过，伊承认犯差做错，而且伫海关就甲这批翠安挡落来，无走入去市面。目前法院一审改判5个月，也会当用罚金来代替。伫咧去年底重新启动的星梦邮轮探索网号，伫进遥风声讲，今年3月底进前所有的尊邦拢会取消。旅行社表示讲，已经有收到通知啊，取消1月2是过后的航班。另外，别流的旅游气泡对2日开始入到台湾了后的检疫规定要变较严格，致使有一寡旅行团临时取消，无要出团啊。停航7个月，星梦邮轮探索网号选伫跨年的复航，不过无到1个月，就宣布3月底进前航次全部划停。根据外国媒体报道，星梦邮轮母公司分定香港，因为德国子公司破产，为保护资产，要向法院申请临时清算，向前间接影响台湾的营运。伫台湾委托公关公司只愿意以口头声明，讲航班取消只是航班调整。另外，台湾市场照常营运无受影响。不少旅行社表示，直到暗时才临时收到通知，官方网站甲即马依然咧卖相关套装行程，发现有寡行程上班到3月，恐起来拢无法度出航。疫情的关系，其他的销售状况非常的不好，买气听说好像只有1成多吧。你要下船之前，他会先有人上船做所有的检测，这些检测你必须要送到台湾的本岛去，船靠岸之后，你要再等2-3个小时，甚至更久的时间才有办法下船。另外，代表旅游专案遭到 Omicron 重创，伫指挥中心宣布，为2日开始加严回台检疫措施了后，出现经期退订条。旅游电商平台 KKday 表示，原定1月2日出航宣布取消，影响9人所来去1月26、1月29甲2月7日4个航班，影响40人，部分旅客选择退钱或者是延期。我们所有的客人也都全部联系上，因为原定是1月22号，明天已经先确认明天都不会出发。那现在客人正在考虑说，是要延期或者是取消。向西旅游发声明表示，顾客依照定型化契约办理退钱，只会靠代交的行程规费甲必要费用，未亲像观光局公告，另外收5%的钱。
花行业飞行代表航线后续营运安排，会看旅客定位甲取消状况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今年过年连假有9天，花莲的饭店本地因的订房率大约有到8成，不过本土疫情搁再夹起来啊，目前退订的差不多有1成。业者表示讲会互消费者方便，花莲县政府也强调讲相关的防疫办法会随时做调整。就这个过年啊，花莲的旅馆业者最近心情正歹，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开始接到消费者要退房的电话。你会避免在春节期间出游吗？会。你说没有退订那是不可能啊，因为那个什么消费者还是被这个疫情抢嘛。那目前春节的退订我看大概也有1成左右哦。为了要吸引消费者来花莲耍，旅馆业者发表自律声明，强调安心旅游袂起价，希望当局大家当用上友善的方式，专业退费来处理。譬如说定型化契约需要2个礼拜前开始退订，不扣钱，然后有根据不同的时间点去做不同的扣费方式。但我希望说所有的会员能够体谅这种时机。花莲县政府也针对观光景点的防疫措施做滚动式检讨。那像目前花莲国际东大门夜市，我们也实施了这个总量管制，4000人上限，6个出入口10连制，量体温。官府强调，过年期间严格禁止旅馆业者起价，若是有消费纠纷，会当向县政府检举，查证事实，会当依照发展观光条例罚1万到5万。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物件拢伫咧起价，亲像这纸甲笔这寡文具，也风声讲过年了后也要起价咯。业者表示讲，有一寡产品拢是进口的，也因为这存放的运费起价，成本也贴悬。过年了后继续对调整。疫情之下，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加，物价拢伫咧起。高中小学期拄结束，马上有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文具店的现场，探索来买，为后学期来做准备。感觉上就是过了1月1号之后，民生的各个物品会感觉有比较明显的涨价的趋势，对，所以就运用寒假孩子刚好放假的时间，就趁这个机会来看看有没有新鲜的一些玩具用品。家长的烦恼唔是无道理。台湾省图书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表示，受到疫情的影响，文具原物料甲运输的费用大大提高，甚至有进口商因为海上的船期太准，供应链大乱，影响到进货，而且年后就会有一波起价。那个日商系列的、美商系列的都有这种情况。事实上，我们台湾本土工厂也有在那边加工的。这种海运运费也是他们要调涨的一个大因素。文具业者表示，有承受到原物料起价压力，但是考量到消费者的感受，目前是以自我吸收为主，而且积极来寻求其他原料进货的管道。这么多年来，我们也看到有上有下哈，只是说，看这个疫情影响大家的确非常多了。那么我相信。温和的物价上涨是必然会发生的。万物拢伫咧起价，民生物价压力，工会甲业者拢预测农历春节前后是判断要起价无的分野。年后全球疫情若是较严重，这就一定会起价。但是如果疫情稳定控制，原物料成本的压力就有可能疏解。记者台中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咱的生活也开始改变啦。阳明交通大学的学生就透过科技设计出用 AI 人工智慧来替粪扫分类，而且佫会当自动填粪扫桶的挂，手袂去摸到降低感染的风险。做放垃圾。将物件放伫镜头前，利用 AI 技术，连伊知影是倒一类粪扫，爱掀开倒一个怪粪扫桶。在疫情时期，免去用手去接触，会当降低风险。我们这个垃圾桶它会自动帮我们打开，这样我们就不用去摸到垃圾桶的盖子，所以我们就可以等于是无接触的丢垃圾。对，对疫情一定会有一点帮助。搁这款电动，规则是爱赶紧找到疫苗、喙암才会防疫工具，若无游戏就会结束，互大家对游戏内底加深防疫的观念。寻找疫苗，像疫苗之类的物品收集起来。就可以避免受到感染，同时地板也会随着音乐绿色和红色的变换，提醒使用者说应该要躲到绿色的区域，避免被感染。好，透过无共领域的课程设计，甲原本无共系数的学生，科做伙结头壳，共同合作。
因应疫情，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调整啊，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实作的内容做成数位化。那我们也借由实施跟调整，可以知道说怎么样数位化，怎么样去做训练，他真的学生有办法阶段性的去验证他到底有没有学到。现场包上新的插牙技术，让人感觉就亲像真正在游乐园内底同款的新奇体验。学校希望学生运用多元的未来科技，会当不断改进人类的生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嘉义县去年失智的人口大约9200多个，为着卖予时代失智适龄的速度变紧，嘉义县政府邀请病院甲学校共同建款，予时代激头脑的教田课案，希望会当运用伫全县29个失智据点。舞台顶健康管理师带时代对歌谣演奏，台下阁有卫生局配合病院甲学校做伙研发的人脉课程，希望减慢时代失智的速度。有瑜伽律动，然后歌唱等等的这些活动，然后让长辈动手，让他们动手，然后有思绪上面的一个思考呈现这样。那以及嘛，大家年纪越来越大，那失智的机会就非常的多。那如果你不了解失智的相关的症状，有时候你照顾一个失智患者啊，就会很辛苦哦。运用数据的汇率，各有无共吸水、形状、数量的图片，配合音乐教材，增加时代头脑的运用。透过2个月课程操作，时代嘛展现因学习的成果。有一些是古早童玩，然后有一些是手缝的，或是一些让他们粘贴的作品。那这个的话，主要是训练到他们的手指精细动作。嘉义县卫生局指出，这个教案刷来推广到全县29个失智据点，而且阁有甲油菜配合医疗通报系统，请因上坡的时阵注意社区时代的情况，或开始有失智症头的时代会当受到医疗体系的照顾。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民党潮州的青年协会今年特别招在地公庙，伫咧庙埕头前举办头一届囡仔出铁马比赛，现场的加油声和扑克声是闹热滚滚。听到话开始，大家出铁马随向前冲，详细甲看，乃是只丢竿家己撩落来骑，而且脚长手长，佮骑无啥叮当，好民众是拢感觉真趣味。这是潮州青年协会所举办的囡仔出铁马比赛，现在咱看到这阵，才是真正的主角。这里超棒、超好玩的，而且场地我觉得很干净，然后赛道也围得非常清楚，我觉得很棒，有感受到主办单位的用心。这囡仔头底安全无装备胶全，每一个人眼神拢真坚定，袂输专业的赛车选手。动棒才一个棒，大家拢尽全力出去，拼命冲走第一。边仔家长徛几排，名是真无闲，大声喊加油，佮紧摕手机来翕。伫咱潮州吼，办介侪活动拢是首创，重点还是平时要促进我们整个亲子的互动关系这是非常重要。我也希望啦滑步车比赛以后我们每年都来举办运动活动真的可以大大提升公庙的形象，这个的形象非常震撼。下次我们一定会再参加。囡仔出铁马比赛伫潮州在地也是第一届举办，这回甲地方的庄头庙合作，特别经在庙埕内盛大办理，结合文化盛景，1.25望通带动健康运动的风气，佮促进亲子的互动。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天气，伫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小可减弱，北部甲东北部气温会略略回升。不过各地头早暗也是较凉冷，也会落地阵雨。后礼拜开始，这东北季风会搁再变强咯，天气会变做是较冷搁较淡，提醒观众朋友就要特别注意。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吉人到新竹是对16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对15度到21度，嘉义到屏东对16度到2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3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0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